来看一下今日的句型。第一则，你要穿什么？唔愛做乜嘅？唔愛做乜嘅？你要穿什麼？唔愛做乜嘅衫？唔愛做乜嘅衫？你要穿什麼衣服？唔愛做乜嘅裙？唔愛做乜嘅裙？你要穿什麼裙子？唔愛做乜嘅褲？唔愛做乜嘅褲？你要穿什麼褲子？第二則句型，乜嘅愛食乜嘅？乜嘅愛食乜嘅？要吃什麼？面前係標時間哦，比如講，當初愛食乜嘅？當初愛食乜嘅？中午要吃什麼？早晨愛食乜嘅？早晨愛食乜嘅？早上要吃什麼？晏晡愛食乜嘅？晏晡愛食乜嘅？晚上要吃什麼？第三個句型，乜嘅時間有限冇？乜嘅時間有限冇？你什麼時候有空嗎？天公爺有限冇？天公爺有限冇？你明天有空嗎？今晡日有限冇？今晡日有限冇？你今天有空嗎？下禮拜有限冇？下禮拜有限冇？你下週有空嗎？好，今日嘅傳統歷史篇就分享俾大家了。我記得咯，客家廟路學院還有很多精彩嘅課程，請大家也下實數就去上別則課程，你還會推出很多新、很多精彩嘅課程等等。大家我係圖資中阿中國，將來了，拜拜。